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20节，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呼召，决志服侍上帝，上帝呼召人来服侍他。其实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。基督徒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，就不是在服侍上帝，可能只是在做好事服侍人而已。这解释了一般传统宗教的行善团并不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透过对人的服务来表达服侍上帝。传统宗教是为了自己的功德，而并不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呼召。领受上帝呼召的人不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我们说的照功德而做，应该是要愿意有所牺牲。撒母耳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祭司以及先知的身份，是上帝的仆人。撒母耳是因为他的妈妈向上帝请求而得到的。通常越不容易得到的，越是应该或是会珍惜而紧紧地抓住不放。但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却愿意来将撒母耳献给上帝，就如同他自己的告白一样，他要将撒母耳献给上帝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第20节记载了哈拿的生命是如何的苦，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他又如何在上帝的圣殿来祷告来祈求。那我们也看到上帝如何的应许他，赐下他的恩典，让他得以怀孕生子。在圣经里面第19节这样子记载，第2天早上，以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后，就回拉玛去。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，上主应允了哈拿的祷告，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哈拿给孩子取名撒母耳，因为他说，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。就如同亚伯拉罕的100岁的时候，他获得了第1个儿子，但是他并没有说这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。他的态度也跟哈拿的态度一样，就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就在上帝呼召他将儿子奉献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怀疑或是迟疑，他就带着以撒上山，准备要奉献给上帝。这就是他回应了上帝的恩典与呼召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、哈拿都是上帝呼召他们的。就在他们缺乏的时候，他们亲近了上帝，听见了上帝，也跟随了上帝。亚伯拉罕受呼召的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2章，我们都看到了上帝要他离开本族本地以及父家。希伯来书提到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这样说道：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
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、第9节，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他就起来跟随了上帝。哈拿也是这样子。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，他的先生的家族每一年都固定到示罗去敬拜上帝，他们向上帝献祭。哈拿的先生以利加拿每年都这样献祭，也都在献祭之后把祭过的肉分给了哈拿还有另外一个太太。但是哈拿却因为心里难过而不吃东西。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先生并没有因为他不能生育就抛弃他，反而对他的非常好，但是哈拿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满足了，他就去圣殿里面亲近上帝，跟上帝祈求。他祷告说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呀，请垂听你婢女的苦情，眷恋我，不要忘记我。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，一辈子不剃头。以利在跟哈拿对话之后这样说：你安心的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。之后哈拿就不再忧伤，他安心的回家了。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保罗为何成为福音的使徒。许多时候在当时候有很多的犹太基督徒，他们不愿意相信保罗，因为害怕他，因为他过去是专门代表犹太教的传统来迫害教会以及基督徒的。圣经记载说，他们只听别人说，那从前迫害我们的人，现在却传扬他过去所要摧毁的信仰。保罗告诉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们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想出来的，我没有任何人向任何人接受这个福音，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，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的。我从前信奉犹太教时的行事为人，你们都很清楚。我不留情地迫害上帝的教会，极力地摧毁它。在同辈犹太人中，我比别人更积极地遵行犹太教规，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在我出生以前，他已经拣选了我，召我来侍奉他。正如同他一再的强调自己是属于基督的，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提醒他们。保罗说：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，在你们的心里面得以坚固，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造，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换句话说，保罗的呼召是除了基督以外就是基督，他的呼召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从人的呼召，不是从宗教而来的呼召，不再是犹太教律法的呼召。保罗又这样说道，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儿子，使我在外邦人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时，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一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，却立刻到阿拉伯去，然后返回大马士革。教会很多时候的危机，是因为我们分不清楚自己的呼召是从上帝而来，却因为支持某个人而造成教会里面的纷争跟分裂，却跟随人的脚踪离开了上帝的道路。保罗的告白让我们非常的清楚，自己应该要明白，我们是由上帝所呼召的基督徒，这也是改革中的主张信仰，唯独基督。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？作恶的人攻击我，仇敌杀害我的时候，他们都绊倒扑倒。纵使大军围困我，我也不害怕；纵使仇敌袭击我，我仍然要信靠上帝。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，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。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庇护我，他使我在他的圣幕里得到平安，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。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圣殿里欢呼献祭，我要歌唱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不要有错误的思想、歪曲的想法，因为支持某个人而造成教会的纷争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